無線50週年台慶劇《跨世代》已經開始拍攝啦。歐陽震華同邵美琪日前就去到中環拍外景，戲裏戲外都係開心果嘅 Bobby， 經常喺劇組大放笑彈，氣氛鬼咁融洽啊！兩個人上一次合作已經係98年劇集《網上有情人》，雖然工作上未算有好多合作，但其實相當老友㗎。今次熟㗎啦，好開心啊！合作，因為係咯，我覺得大家開工都係等於。點講啊？即係都係開工等於收工，聚嚇朋友聚下玩啊！我呢個一定添啦，咁耐冇見。係啊，一定係好舒服咁嘅情形之下去做工作，我諗會開心啲。因為提到跨世代卡司強勁，兩個人同其他演員合作有啲咩感受 ？Bobby 又點樣大讚張繼聰同田蕊妮噃？特別啊，阿聰啦，阿聰啊，我覺得佢都好有才華嘅，係咪？佢係一個好有才華嘅阿田啦，阿田啊，我成日都貼佢係視后嚟嘅。今年就係你㗎啦，唔係你下年都係你㗎啦，即係咁樣啦。我哋拱都拱佢到做。今年就係時候㗎啦。咁我哋冇咁大壓力。